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我们在礼拜开始之前，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让我们在圣殿当中可以透过礼拜与你亲近。求主此刻与我们同在，保守眷顾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排除一切不好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专心的寻求你。我们也恳求主，你与今天服侍的众同工同在，透过他们手中所做的工，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求主在每一个细节当中掌权，保守眷顾所有推动各项事工的同工们，让我们在每一个环节当中仰望主来完成你交代我们的工作。主啊，我们特别将我们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赐福保守，充满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恳求您兴起年轻的一代，成为你所重用的仆人，让我们教会更能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恳求您也保守眷顾我们教会所设立的各个机构，透过这些机构让更多人得着祝福。主啊，最近在台湾疫情好像有升温的趋势，求主赐给我们真实的平安，也让我们透过这一次的疫情来反省我们自己，让我们在疫情当中去思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求主让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得到真实的保守，也让政府的官员有智慧，可以透过各种政策来保护人民的安全。我们也恳求主你保守眷顾所有的人民，让我们可以配合政府的政策，一方面自己得到保护，也让全体的人民得到平安。我们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众教会，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唯有主所赏赐真实的平安，可以稳定每一个人的心。求主兴起各教会，让教会这时候可以产生稳定的作用，帮助更多台湾的百姓能够认识上帝，能够得到上帝所赏赐真实的恩惠跟平安。我们将这一切交托仰望，求主赐福，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在今天的早晨，虽然很冷，但是大家还是很准时的来到了礼拜，一起来敬拜。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敬拜我们这位尊贵的全能神，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手来拍掌。全能真神，你掌权；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你名，直存到永远。却永远不改变。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一起来称颂他的名，全能真神。全能真神，你掌权，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万民都来尊崇你生命。世上万有属于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荣耀你名，直存到永远。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一起来宣告，宣告你国度降临。请你所选子民，高举你荣耀的名，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尊贵全。
荣耀、权柄都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羔羊已作王，从今世到永远。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愿颂赞永远不停息。所有的荣耀都归于我们的主。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主的荣耀，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前。我们要来敬拜你。所有的荣主耶稣的荣耀归于你。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主是的，主，我们欢迎与我们同在。主就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荣耀你的名。荣耀归于你，荣耀归于权柄归于你，你。权柄归于你，荣耀归于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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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权柄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荣耀归于你，权柄归于你。所有的荣耀归于你，万民敬拜你作前。所有的荣耀归于你，荣耀荣耀主耶稣。荣耀，荣耀荣耀主耶稣，荣耀荣耀主耶稣。哈利路亚，耶稣，主啊，所有的荣耀都要归于你。主啊，因为你配的，主啊，唯有你配得我们所有一切的颂赞，一切的敬拜。主啊，你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主，谢谢你，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敬拜你。谁让太阳升起？谁让太阳升起，照耀这地，带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谁让星空降临，看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
谁让太阳升起，照耀着你，带来全新生命？耶稣，唯有你。谁让星空降临，让我安然进入甜美梦境？耶稣，唯有你。主啊，是你供应了我们，谁供应我丰富生命？主啊，你看顾了我们，谁看顾了我所需？谁会与我同行，伴我成长，度过一切经历？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主，我们要高举双手，我高举双手，主啊，扬声来向你来敬拜。扬声歌唱，一生年日，一生成败，一切所有。主，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将我的生命是的，全然献上在你面前。完全献上，唯有你配的耶稣，唯有你配的，耶稣，唯有你。主啊，唯有你配的。主，谢谢你，谢谢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我们要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谁让我，谁看见我伤痛？谁看见我伤痛，在软弱无助时扶持着我？耶稣，唯有你。谁平静了风浪，在绝望恐惧时与我同在？耶稣，唯有你。谁担当了我的罪孽？主，你呵护了我们的心。谁呵护着我的心？谁将我的恐惧所有一面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唯有你，耶稣，唯有你。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我高举双手。主，我们来敬拜你，扬起我们的声音来向神来敬拜，因为神配得我们所有的颂赞。一生年日，一生成败，一切所有。主，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全然交托在你手上。主，是的，耶稣，完全献上，唯有你配的，耶稣，唯有你。主啊，唯有你配的。主，谢谢你看见了我们的伤痛，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主是你扶持着我们；在我们绝望恐惧的时候，是你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黑暗，跨越一切的恐惧。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邀请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好不好？用你的手，将我们的手按在我们的心上，跟神说：主，我愿意，主，我愿意，我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跟主来祷告，跟神来说：主啊，我邀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主啊，你的爱又再次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主耶稣，我们要敬拜你，耶稣。我高举双手。我高举双手，扬声来敬拜，扬声歌唱，一生年日，一生
主啊，唯有你配的。主啊，今天早上所有的荣耀、所有的颂赞、所有的敬拜都要来献给你。主，愿我们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主耶稣，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更多来亲近你。让我们一起用神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跟你们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在线上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平安。好，敬拜完之后，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历代志上29章1到20节，现代中文译本513页。历代志上29章1到20节，现代中文译本513页。大卫王向全体会众宣布：我的儿子所罗门是上帝拣选的，但他还年幼，缺乏经验。他所要完成的工程非常艰巨，因为这不是要给人住的宫殿，而是为主上帝造的圣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为这圣殿准备材料，所有金银铜铁、木材、贵重的石块、宝石、拼花的石头和无数的大理石。我除了预备这些以外，还从我个人的财产中拿出银子和金子来，因为我爱上帝的圣殿。我拿出100多公吨最好的金子和大约240公吨纯银子来装饰圣殿的墙，以及供几个工匠铸造器物的需要。现在谁乐意慷慨奉献礼物给上主呢？于是各宗族族长、各支族官长、1000人和100人的指挥官、王室财产的主管等都乐意。为圣殿工程奉献礼物有170多公吨金子，340多公吨银子，大约620公吨铜和3400公吨铁。有宝石的人都把它捐出来，放进圣殿宝库，由格顺放的利未人耶哥管理。人民乐意献给上主，大家都高兴有那么多东西奉献出来。大卫王也非常欢喜，大卫颂赞上帝。阿们。今天要传讲的讯息是圣经人物系列51讲大卫3。在我们中间要分享讯息的是蔡正道主任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的教会设立已经有107年，在这些年当中，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一心期待教会真正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让人蒙福的教会。那大家或许会觉得今天的题目很奇怪，我们是不是有建堂的计划啊？那事实上，在双林教会100多年的历史当中，曾经有好几次的建堂经验。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第一礼拜堂，第一栋的礼拜堂。那时候是草创之初，礼拜堂的规模还很小。那接着这是第二礼拜堂啊，那我们看到它是1927年所设立的哈，然后接着第三礼拜堂啊，这是第三礼拜堂的模样然后在1971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建造现在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双联大楼跟双联礼拜堂然后在1973年就落成了那1973年距今已经有48年的时间。当然，目前我们的礼拜堂还有大楼都可以使用，但是我们需要向前看要先预备。假设我们在20年、30年之后要重建，就像大卫自己没有亲自建造圣殿，是由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完成的。但是大卫做了一件事情，他为所罗门预备了材料，所以所罗门才能够完成建造圣殿的工作。那所以按照教会的计划我们大概在后年会成立一个建堂的基金，让大家开始来为了建堂来做预备。当然我想在座大概如果跟我同年龄的大概我们应该是很困难参与在下一次的建堂了大概下一次建堂的担子都要留在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年轻人身上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来先做预备那最重要的预备不单单是预备金钱，其实是牧师今天最主要是要透过今天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以及另外第二个主题是奉献的意义。所以我们一起来透过这样子来想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配合上帝的心意。所以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您让我们来到圣殿当中，可以聆听你的话。求主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中，并且照着你的话语去行，让你的心意得着满足，让你得着荣耀，也让我们领受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早上所读到的经文是大卫呼吁这个人民为了建造圣殿来奉献。那我们要透过这段经文一起来想两个主题。第一个，上帝的殿为什么要被建造？建造教会的目的是什么？那第二个，我们再来想说奉献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建造教会的殿建造上帝的殿目的是为了要满足上帝的心意，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来建的。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当中，第1节到第2节这样说：大卫王向全体会众宣告，他所要完成的工作。他说：我的儿子所罗门是上帝拣选的，但他还年轻，缺乏经验。他所要完成的工程非常艰巨，因为这不是造给人住的宫殿，而是为主上帝造的圣殿。所以建造教会其实是告诉我们是为了上帝来建造。那大卫在这边告诉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建造圣殿？为什么这个工程如此重要？因为它不是为了人，它是为上帝而建造的。
虽然我们都知道新建圣殿是为了让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来敬拜这个无所不在的上帝，但是大卫非常清楚的提到，建造圣殿的目的不是为了人的方便，不是为了人的需要，不是要高举任何人，乃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要上帝的心意得着满足，是要他的名被高举得彰显。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理解，当初双年教会之所以在这边被设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将上帝的福音宣传在这个社区当中，带给这个社区的人祝福，是为了在这个地方诉说上帝的荣耀而被设立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如果要来建造圣殿，它不单单是为了人的方便，为了人的舒适，最主要的目的乃是为了要荣耀上帝。我们建造圣殿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要夸耀自己，说我们多么有能力，我们可以完成一个建筑物，那跟建造巴别塔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我们建堂的心思意念，如果不是为了荣耀上帝，那就完全错了。我们不是要建一个富丽堂皇的教堂来荣耀上帝，请大家注意富丽堂皇的教堂不一定可以荣耀上帝，而是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体验上帝的恩典，另一方面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上帝才会得到荣耀。上帝期待我们怎么做，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做，我们如何利用教会的资源，硬体、软体等等这些来荣耀上帝，来祝福其他的人，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否则我们只会建造一个建筑物而已，而不是建造一个真正属于上帝的教会。那大卫说，我为了上帝的殿已经尽力了。所以我们要检视的是，我们是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尽力了？我们是不是尽力用我们的生命在荣耀上帝？这是我们要检视的。首先，第二个再来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建造教会有一个第二个目的，就是为了要满足人对敬拜的渴慕。从人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重建上帝的殿？是因为信徒对于敬拜的爱慕。刚才所读的圣经当中这样说大卫说，我除了预备这些以外，还从我个人的财产中拿出银子跟金子来，因为我爱上帝的圣殿。和本的圣经说，我爱慕上帝的殿。大卫讲到他自己为了圣殿奉献的动机，是因为他心中爱慕上帝的殿。那上帝的殿就是代表上帝嘛，所以大卫奉献的动机就是爱慕去敬拜上帝，是单纯对上帝爱的表示。因为大卫因为敬拜的渴慕，自然愿意奉献，愿意将金钱财物奉献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为可想上帝的圣殿，可想敬拜真神上帝，是我们要去操练自己的。你们要知道牧师在牧会当中其实最大的压力就是预备讲章但是我最大的喜乐，也就是在敬拜当中去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我每都会感受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种同心敬拜的渴慕那种感受实在非常非常的美。特别是在讲道之后有一些弟兄姐妹给我的回应让我得到很大的鼓励。上礼拜我们讲大卫的第一讲，我们讲到了拣选，讲完了之后，就有一个姐妹跑过来跟牧师说，牧师今天上帝的话给他很大的提醒，上帝的拣选是那样大的恩典，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回应。那上礼拜我们分享如何走出悲伤，结束之后
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跑过来告诉我说，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安慰了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次在敬拜当中，我们如果用渴慕的心去敬拜，神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去，带给我们祝福，带给我们帮助，带给我们安慰。所以我们要理解，我们要建造的是一个万民祷告、万民敬拜的殿。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做预备哈，不是预备金钱哦，是要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有渴慕的心，让我们在敬拜当中更能够表现我们对上帝的渴慕。这是超越过金钱的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建造圣殿，其实在人的这个方面来看，就是为了要操练我们对上帝的渴慕啊，所以我们要开始做预备，并且将这样的传统代代的传扬下去。那接着，我们知道重建上帝的殿的目的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奉献。我们要明白奉献的态度。首先甘心乐意的奉献才是上帝所喜悦的，要甘心乐意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如果你去看第5节到第6节、第9节，甚至看到第14节，有一个字一再的出现。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现在谁乐意慷慨奉献礼物给上主呢？那于是各宗族族长、各支族官长、千人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等等这些指挥官、王室的财务等主管，都乐意奉献，而且人民也都乐意奉献给上主。大家都高兴，有那么多东西奉献出来。大卫王也非常欢喜。看到14节的时候，他说什么？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然如此乐意奉献。所以我们发现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乐意，就是非常欢喜的奉献。那这是奉献蒙悦纳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乐意的奉献，奉献心甘乐意。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观念。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也多次提到，上帝的儿女应该要带着一个乐意的心态来奉献。那我们看到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出现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跟第9章。第一段是说他们就是保罗在夸奖马其顿教会对于圣徒的帮助。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那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当然这两段经文的背景它是指不是指奉献了，它是指对需要的人的帮助，对需要的人的捐助。但是其实也可以让我们去明白我们对自己所拥有的金钱的态度。经文当中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保罗在解释一个乐意的奉献、乐意的捐助，不应该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勉强摆上的。一个乐意的奉献，也不是一时冲动下的一种捐献，事后又后悔。一个乐意的奉献，乃是指经过祷告、思考之后，决定所产生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之下，我们按照上帝的意思，在我们内心当中所做的决定，所化成的一个行动。因为我们的意思跟上帝的意思一致了，所以我们心里面是全然乐意的。那有些人会说，这过程当中会不会有挣扎？当然会有挣扎。因为当神的意思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或是我们对于金钱的观念不对的时候，
我们不肯顺服的时候，就会有挣扎嘛。我们以为我们是金钱上面，我们在我们的金钱上面有主权，其实我们并非我们手中金钱的主人，上帝才是主人。所以大卫知道这一点，知道我们有这样错误的观念，每一个人都认为说这个钱是我的，所以我要来使用它。大卫说不是啊，大卫说，因为万物都是你所赐的，我们不过把属于你的还献给你。我们把这一切财宝带来，要建造一座圣殿，好荣耀你的圣名。这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也都是属于你的。所以大卫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我们金钱的主人，上帝才是。我们不过是拥有管理权，我们是一个仆人，管理上帝给我们的财物。那仆人就是要听主人的话嘛，所以我们就是透过祷告跟调整我们跟上帝的心意一致的时候，我们所奉献的就是心甘乐意的。所以请大家注意哈，我们在唱奉献的诗歌的时候，306首，这个是台语的诗歌哈，不过大家知道它的意思。他说：“我的金钱奉献给你，那使用都是照着你的心意哈。”他说：“我的恩赐是你所赏赐的，甘愿还你做器皿。”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这个还哦，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借来的嘛，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嘛。那既然是上帝给的，我们只是拿出一部分来还给上帝。万物都是从上帝来的，都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并不是我们手中金钱的主人，上帝是主人，我们只是管家而已。我们只是把原来属于上帝的，按他的心意放在他要使用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的奉献。那接着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大卫进一步的提醒上帝的儿女，上帝不是要我们的钱啊，他是要我们的人。所以奉献是怎样？不是奉献你的金钱，而是将全人献上。我们注意在第5节历代记上29章的第5节这边和合本的翻译比较清楚，他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如果你看台语的圣经也是这样翻译，他说：“今日有什么人欢喜将本心献给耶和华？”他这边没有讲到金钱没有讲到财宝他这边是讲到自己，他是呼吁百姓将自己献上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当中有谁愿意让上帝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呢？将自己献上，就是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掌权。大卫在这边告诉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奉献自己远比奉献金钱重要，因为我们要全人属于主这是更清楚的一种教导。在新约当中，保罗也有类似的教导。他说，在罗马书12章第1节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既然上帝这样连续我们，我劝你们把自己当作活祭，活火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他，蒙他喜悦。这就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所以在敬拜当中我们都有奉献，对不对？奉献不是把你口袋的钱拿出来，拿出一部分来奉献而已是在奉献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也把自己奉献给上帝，这才是真实的敬拜。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你是属于主的。当教会的这个奉献礼拜奉献的过程结束之后，牧师会祝福大家，对不对？祝福之后，你们出去之后，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已经奉献给上帝的，所以你们生活当中所讲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上帝而活，就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这样才是一个活的祭物献给上帝，这才是真实的敬拜。所以，真实的奉献是什么？把你自己全人献上。另外我们要理解，就是如果提到了教会的建堂的奉献或是教会的每一个事工的奉献大家要理解是全体的参与。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建圣殿的奉献当中，以色列百姓是全体参与。我们看到大卫以身作则，他先拿出自己的财产来奉献，接着以色列的属灵领袖，这些官长、各支派的领袖、千夫长、百夫长，还有监管王宫的这个官长，都乐意献上。最后怎样？百姓也乐意献上，每一个人都乐意将自己有的献上给上帝。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要全体教会的信徒来参与。神不在乎我们奉献的多寡但是神却在乎我们是否真心的参与奉献，要全体参与奉献。我们教会在建造第3圣殿的时候那时候不单单是当时长职出了很多的力量，许多年轻人也付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做什么？他们先去收那个资源回收，去拍糖鼓虾然后去贩卖，得到一点钱就捐给教会做建堂的需要。那也有一些青年他们去租中山堂来播放电影。那时候电影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我们手机都可以看电影了那时候没有这么方便，他们就去租中山堂来播放电影，然后贩卖这个电影票，来募集这个款项来建造圣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奉献自己的恩赐，全体都参与。过去牧师在南部富强教会也有参与过一次建堂，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成年人参与，连小朋友都参与。每个小朋友就在主日学就是拿一个那个铺满回去，他就把他零用钱慢慢的存，慢慢的存，之后存满了就拿到教会来奉献。奉献金钱不是非常多，但是却出自于他的心意。所以教会的各项事工，包含建堂的事工，都是需要全体参与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体。那最后一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上帝最期待的就是我们要长存奉献的意念。所以在18节这样说大卫替这些百姓向上帝祈求说：“求你使你的百姓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所以大卫为他的百姓向上帝祷告，让上帝的儿女永远存着一颗乐意向上帝奉献的心。奉献不是一次的，而是一生的。不是我这次奉献完了就结束了，是一生的奉献，全人的奉献，随时的奉献。我们常常在想，教会当中如果有哪边缺乏的，我们就设法去补满它，奉献自己的能力。那你要说，也许我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样的收入，没有什么金钱，你可以奉献你的祷告，为这些为教会的事工，各项事工来祷告。祷告就带有极大的力量，每一个人都贡献自己所有的。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长存奉献的心，愿这样的意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一起透过这样来经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愿上帝亲自赐福。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建造教会的目的以及奉献的态度。求主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所做的合你的心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眼睛闭上，让这首诗歌提醒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因为主耶稣借着他的牺牲赎回了我们，所以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他的爱。若是此刻你有特别的需要别人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也许你现在正受到疾病的困扰，或是内心有许多的忧伤，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我们请我们的代祷团队的人来服侍。好，我们前面这边有很多哈，那后面那边也有哈，那边也有。那其他的人，我们把我们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对上帝说：主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的恩典。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活的祭物来荣耀你的生命，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我们是何等渴慕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领受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每一次与你亲近的时候，你就对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主啊，此刻有许多需要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举起手，
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有忧伤的，请你安慰他们；有遇着试炼的，求你加添他们信心，让他们在经历这些困难的过程当中，就饱尝上帝的恩典，体验上帝的恩典够他们使用。我们特别将这个礼拜五要面对学测的年轻朋友们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与他们同在，让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考试，求主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将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主亲自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透过牧师的口提醒我们。很抱歉我刚刚经文没有念完，但是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接纳。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奉献。我代表双联教会邀请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你的座位前面有留名卡，欢迎您填写完交给我们收奉献的同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也欢迎你。也请大家预备心，若是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的，您可以暂且等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起立，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奉献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有能力来奉献给你，也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主啊，我们将我们的金银，也将我们的恩赐，也将我们的全人都献上给你。求你让我们跟你的心意对齐，让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爱心，来好好的使用这些金钱，用在你要我们去使用的部分。也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好叫我们能够善用我们的祝福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要报告教会的事情，请翻开我们的周报第6页的部分。装备委员会消息，装备课程，寻找生命的地标，从2月21号开始，每个主日早上9点到10点。会在109号204教室，胡瑞芝老师跟卢公勋执事会上课。另外，第2点第7页，洗礼造就班在2月21号开始上6堂课，梁维珍牧师讲课。如果想要在4月25号受洗的兄姐，请向郭以勋干事索取报名表，并且参加所有的课程。接下来，我们请蔡主任牧师补充报告及欢迎来宾。大家平安。首先我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礼拜的新朋友们。好，这边有徐海华小姐，都坐在哪边啊？在这边哈，欢迎欢迎。第2位是孙正林先生啊，这边。第3位是徐妙心，应该是小姐哈，好，欢迎。其他有没有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啊，如果没有，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也欢迎我们的贵宾待会到我们的贵宾室，让我们做进一步的招待跟介绍。